今節講出呢個ratapan 322節，上帝嘅愛唔是切合，上帝嘅愛加個恩典加個憐憫唔是切，唔是過時，唔是講無合，唔是講超合，因為上帝嘅愛，上帝嘅憐憫對攏眾人嘅本切家。因為佢寫出嘅人類，ratapan 323節用講到，時常每周神有安排嘅恩典，本切家祝福切家，所以請讓人切家仰望相信上帝，因為佢嘅忠心安排對於攏眾人，ratapan 325節用講到，上帝安好對攏眾人。這個生命要簽上帝嘅，這個身份中，這個生命中要簽上帝嘅，上帝安好對攏眾這個簽記晒，因為到上帝要照顧，要看顧，這個恩典，這個愛，這個憐憫，唔是切對於攏眾人要簽記嘅，攏眾人愛上帝嘅。嗱，詩篇記819。83節用講到，係講出個分明嘅個範義，也佢能夠帶出個黑彩出嘅個範義，在講路里沙，佢本出個要聰明智慧，社會里行道，所以出個社會里啲，才會讓人聽上帝嘅範義，相信嘅個命令，相信嘅個法，嘅個法能夠帶出個去真理路，去公路，去對嘅路，平安路。快樂路、得福嘅路、真理嘅路，嗱，請讓人切家愛嚟聽上帝嘅路，攏眾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